阿里推 JV Claw、Nvidia 又出 Nemo Claw 呢類叫龍蝦嘅 AI 代理，最近真係好火。但係一見到咁多人用，就急住上嘅老闆90%都踩入同一個商業大坑。個人用龍蝦訂錯機票，最多蝕幾百蚊。但企業用龍蝦亂咁改價、刪單、喐客戶資料，一次失手，分分鐘蝕咗你半年利潤。今日我唔講技術，我想同你講透一樣嘢：點解龍蝦明明係好工具，但係一落到企業場景，反而好容易變成隱形炸彈？大家好，我係 Terry。過去3年，我一直幫企業做 AI 培訓同埋訂製 AI 應用。其實呢一波已經唔係單純工具熱潮，而係企業內部嘅流程、權限、風險邊界開始要重新寫過。你以為問題係龍蝦唔好用，但本質上其實係好多人將消費級玩具當咗企業級工具，結果一踩就踩中3個結構性大雷。第一個叫做權限越級，本來有啲決定應該要人拍板，但你而家直接俾 AI 去屈錢、屈訂單、屈價格，聽落好似係自動化，其實本質上係你將決策權外判咗俾一個唔使負責任嘅執行器，係一定會出事。第二個叫做流程短路，好多公司本身流程都未理順，邊個負責、邊個確認、邊個兜底，全部都係模模糊糊。呢個時候你再接 AI 入去，佢唔係幫你優化流程，佢只會幫你將原本嘅錯行得更快更遠。以前係慢慢錯，而家係高速咁錯。第三個亦都係最致命嗰個，叫做人格錯位。好多老闆潛意識會當 AI 係員工，但問題係員工會懷疑、會停一停、會追問你，老闆，你確定嗎？但 AI 唔會，你一句指令講得唔清唔楚，佢會幫你將呢種模糊執行成一場非常明確嘅災難。你會慢慢發現一件事， AI 越勁，呢3樣嘢放大得越快。問題從來都唔係龍蝦得唔得，真正嘅問題係你間公司有冇能力控制得住佢。龍蝦係好嘢，因為佢第一次令好多人真正睇到 AI 已經唔再只係答問題咁簡單，佢開始真係會幫你做事，幫你解決問題。而一旦 AI 開始做事，企業管理嘅重點就會完全唔同晒。以前你只需要關心佢答得啱唔啱，而家你要關心嘅係佢可以做乜，佢可以做到幾多步。一旦做錯，邊個負責，邊個執手尾，呢啲先至係真正嘅企業問題。唔係模型參數，唔係邊間大廠個模型勁啲，而係你間公司到底準備好未？我俾你一把最簡單嘅尺。如果你公司想上 AI 代理，唔好第一時間問佢勁唔勁，你應該先問3樣嘢。第一，佢會唔會掂到核心缺陷？第二，佢食入去嘅數據乾唔乾淨？第三，佢一旦做錯，有冇人接得住？如果呢3關你都未過到，你而家上得越快，之後要填反嘅坑只會越大。所以我唔係反對企業上龍蝦，相反我覺得呢件事係好事，因為佢逼近所有公司提早面對一個現實， AI 代理唔係唔可以上，而係你間公司未必應該喺呢一刻就上。如果你而家都喺度諗自己公司適唔適合開始部署 AI 代理，或者應該由邊段流程開始試點，風險最低、回報最高，你可以 DM 我可以幫你一齊睇下你間公司而家最應該先補權限、先補數據，定係先揀一段低風險流程做試點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歡迎你點讚、訂閱、轉發，我會繼續同你分享 AI 點樣喺真實商業入邊落地，真正幫到生意。